出来看这几天台湾上界受欢迎的人，就是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今仔日演讲的时阵是宣布讲，辉达的台湾总部要去伫咧士林北道科学园区 T17、T18。说落来，这辉达就爱甲新公征收，抑个北市府超地上权的问题。北市府是表示讲会全力协助。也那经济部甲个发挥嘛表示，总部成立了后，若有人才甲资源方面的问题，会尽力斗相共。辉达执行长黄仁勋19点开专题演讲，同时带来大消息。辉达台湾总部已经决定到伫台北市北投士林、北市区 T17、T18两地地。That NVIDIA Constellation will be at 北投士林。The people of Taipei approve of us building a large, beautiful NVIDIA Constellation here. Do you? 不过，即马辉达可能要面临土地地上权转移问题，因为这两地地已经由新公征收得标，所以可能要用两种做法：第一是地上权契约转移，要北市府同意；第二是由新公征收起好了后招商，和辉达正做厝卡。知情人士也透露，新秀甲辉达最近应该正式签约，会向变更设计的方式，朝向辉达美国总部的方向来设计。不涉及修约的话。看起来走4.5.3是最容易的，对不对？如果建物盖完之后是可以全部或部分承租或者说借贷或者说委托经营给另外一间公司的。中央也提供支援，经济部表示继续甲企业保持密切沟通，提供必要协助。这就科技人才方面，国发会也表示，已经伫过去1年，甲辉达建立就合作友好关系，协助辉达伫欧洲、印度、美国等地就专业人才，也提供国际员工来台湾签证、工作依靠申请服务。AI 整个科技的发展呢，其实是越来越畅旺的，所以呢，相关的职缺工作机会也一定会更蓬勃的，有这样的人力需求。辉达带来机会，毋但人才尽力增加，专家分析，地址锁定伫台北市，是地理位置方便。经到北市区也是看中边边的南港这的土地更较宽，也为台厂带来帮助。对台厂的好处可多得很，其实最起码的就是说。辉达在这个地方呢，在于系统端的整合，其实是可以是有帮助的。专家也分析，辉达伫台湾为产业角度考虑，好处是真济，对外媒烦恼的台湾地缘政治因素暂时影响无大。记者综合报道。